好啊好啊，无什么代志啊啦，连讲才搁讲。台湾人敲电话，上尾仔厝内人拢讲一句讲好啦，无代志。其实这句话是在说，放心，走你自己的路吧。时间是3点半，南下的长途米车，路顶的光线，伴心事哪想哪行，讲袂出嘴的思念，写袂入美怨的歌。人生是高速公路，我是赶路的车。渐渐失去自己，天竞争的过世界，转换世界是孤不离种，看不到出口伫倒位，也不知该对倒去，我一时暂时失去方向，我一定会找到转去的路。时间是6点半，到站的长途米车，落车的今晚，我是转来的人。